中信兄弟啦啦隊的成員穩穩昨下晡佇咧台北攝影翕相，煞互人舉刀仔去掛着頷頸，流血流滴，加在是無性命危險。警方表示講，這個查甫人是穩穩的支持者。伊講，因為傳訊息攏無得到回應，真濟活動嘛攏去互人禁止參加，心內不滿才會來犯案。檢方即馬是依照殺人未遂等罪嫌，甲伊聲押。 拄往查出警察局，伊就真激動大喊，伊就是拿刀攻擊中信兄弟啦啦隊員文文的4個查甫人。事件發生第2日50外歲，伊報名做攝影師，來到台北市大同區的攝影室參加文文的室內翕相活動。輪到伊翕的時陣，雄雄把水果刀仔提出來，對文文的頷頸插入去。依刑法傷害及殺人未遂罪嫌，移送士林地檢署偵辦。 警方調查嫌犯是文文的賣將，因為一直咧文文相請過，真濟活動攏互禁止參加。私底下聯絡文文真久也無得到回應，懷疑互封鎖，真不安才犯案。你現在不讓我進去，是不是？你先解封我就給你進去。那文文台語歌手鄭雅文也捌互新加坡的歌迷做擺軍裝騷擾，警察擺插保護令走入去表演場合，也有歌手蕭敬騰互賣將做擺市電鈴送湯，這攏互公眾人物受到真大身心的壓力。就專家建議講，建立藝人的安全保護做法。粉絲黑名單的部分，在其他國家他們其實是有一個名單共享的機制。那另外大概就是說，會場維安的強度就要有一個比較共同維持安全的做法。出現一些徵兆的時候，就是先去找警察，去核發一些書面的告誡命令，是在提醒對方這件事情在及早的時候停止他的這些不當的這些行為，而不是說等他就是整個幾乎無法可控的狀況下再去做介入。對長期軍裝私刑騷擾，就佇大個所在偷翕私底下生活，唔那是計圖立明顯的做法，也去犯到軍裝騷擾法。現代婦女基金會認為講，公眾人物佇初期發現這情形時，應該收集證物報警來自保，也提醒民眾典現熱情的同時，唔通傷超過。記者綜合報道。